美国总统川普是一直咧施压联准会，希望会当降利息。不过算是拢无调整，即摆是传出有一位理事宣布要提早辞职。川普讲，伊是因为反对维持利率才会来离开，佮靠说这主席鲍尔，伊嘛会当甲爆发款款的准备清洗啊。 美国联准会 FED 伫美东时间7月30召开的会议正式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引起美国总统川普表达不满。就在联准会受川普一直批评鲍尔支持无要降利息压迫时阵，美联准会理事库格勒第7日向宣布辞职。 库克勒是伫2023年由迄时阵总统拜登任命，加做联准会理事，任期到2016年1月，即马所宣布，会伫8月初8辞职，决定明年秋天等于进行假册乔治城大学假册。川普认为，伊也无支持维持利率才会辞职。One of the governors, as you know, of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just announced she's resigning. I understand it was over the fact that she disagreed with somebody from her party. She disagreed with Too Late. You know who Too Late is? Yeah. She disagreed with Too Late on the interest rate. 川普搁伫社群平台正式社群发文，考察联准会主席鲍尔应该亲像库格勒共款辞职。美国媒体报道 ，FED 有7个成员按算川普会提名任命接任库格勒理事的人选，因为联准会主席是非委员会成员选出，所以继任人选会可能加做会继任主席。We just found out that I have a open spot on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I'm very happy about that, John.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捌伫7月31表示，川普可能会伫年底进行宣布替换鲍尔，目前已经整理一份非常好的候选人名单。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名单有贝森特联准会理事华勒、前联准会理事华许，甲北京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记者综合报道。